销出来。那医生就会问，说啊，那你那个药是怎么吃，或者说你拿的药之后是怎么样的使用？那往往都是跟原本医生交代的依据有一些出入。那或者就想说，基于本身工作的一些本分，那或许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在面对这个药物用药的这个方面，能够多的一些认知。好，将来呢，或许大家讲卖假药是好好啦，但是人是心口北痛，一点会有生病的时候。好，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面对到投药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区块，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有一个很正常的、很健康的一个途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法，能够让你的药物呢发挥最大的药效。那是适合药厂的生产对不对？所以后学想说，今天就针对后学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些平常就是民众对于用药的一些迷思，或者是说一些中清楚的地方，那后学就把这些问题呢稍微抓了出来，然后来这边呢